花莲光复乡做大水已经20天啊，这个双十连假原来是有真侪志工去遐斗3天，目前主要是咧拼狗仔和合作嘅6公暝。花莲拢总是有800公顷田拢互大水淹甲拢烂土，如果不高算，若要变好清气，上无爱3年的时间。再来回灾区的志工喷一亮亮的喷雾，因为国庆连假只有1天，真侪志工继续来到花莲公火车站。不过，甲连假头1天比较，人数减少将近一半。这小鼻芳志工伫车站头前的实体据点，也要伫13铁犁收起来。我今天几乎没有停啊，我到现在还刚停下来，我没有一直在车站那附近绕，但人还是很多啦。这据点会直接，所以就直接会变成透过网络派单接单这样。结束之后呢，会明天就移到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来继续受理。行政院在委做的集站式服务相关过一段路，后续回归原主管机关单位来接手。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莲行指出，在后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，正注重边仔的狗仔甲合作龟烂土霉的清理，也有协助装沙包提供防水者用途。目前有6万个沙包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将来会扎到8万个沙包。民众在防汛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使用这些沙包来做一些堆置，来防护他的家园。马太阳区房山湖到即阵维持红色警戒，桂莲成功单管府协定铁犁计划，经过民众实际演练了后才解除。另外有5位民众失去联络，桂莲先强调袂放弃，会加强搜查。也来甲公库加红林大约800公顷的田淹掉这烂土霉，600万吨土沙要全部清掉，有估至少要用3年。农业部提出3种再生保育计划，希望甲专家甲地方的农民共同来参详。我们一定是寻找对农民最有利的，而且对这片土地后面的经营是最永续的方式来处理。马太阳区暗讲变道是12中昼开始放宽车种的管制，除了5吨以下小型车以外，大客车甲游览车也使过路。不过必须遵守车速30公里规范，严格转灯的拖车、重型全连接车依然是袂使通行。严格救灾期间，一个36岁姓赖查甫人伫志工的群组内底讲，合作过挖到2具的遗体不实消息，互家属一度以为有进展，搜救人员也赶紧出动，却是找无。对此，花莲分局讲，姓赖查甫人因为涉犯社会法，已经依法移送裁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